大家平安，欢迎收听7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有碰魔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要读诗篇100篇到101篇，请弟兄姐妹先读过一遍。我们要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绝不容许邪恶，我厌恶背离上帝者的行为，我绝不让他们玷污我。诗篇101篇第3节。人经常都以为合神心意的人就必须要完美无缺，但犯了大罪的大卫为什么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呢？面对所犯的罪被揭开，大卫没有遮掩，而是向神认罪。人经常都会以为所谓合神心意的人就必须要具备有卓越的能力、丰富的学识、高尚的道德，并且没有瑕疵的行为。简单说就是完美无缺。但令世人不能够理解的是，犯了这么大罪的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1、12章怎么上帝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到底上帝的标准是什么？面对自己见不得光的丑事被人当面揭发，多数人的反应是否认、逃避、掩饰、遮盖，甚至有些人还会恼羞成怒。而身为君王的大卫比任何人更有理由，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他自己的尊严，凭着他君王的权势下命令，不许任何人谈论提及自己的丑事。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即使他有能力瞒得了人，也绝对不可能骗得过神。所以他亲自写下自己的罪行，交给伶长亚萨谱成诗歌，让人民传唱，流传数个世代，直到如今。经过认罪求上帝洁净后的大卫，他求上帝恢复他，使他的生命因着倚靠上帝能够再次振作，再次复兴起来。诗篇101篇是大卫立志要过分别为圣、合神心意的生活的祷告。许多学者把诗篇101篇到110篇称为诗篇中的诗篇，或者称为小诗篇，因为诗篇中的形式与主题在这一段当中大部分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本篇诗篇101篇作为一个引言，那诗篇110篇则是结论，其间8篇的主题首尾呼应。在诗篇101篇当中，大卫王展示了他对正直、敬畏上主和憎恶邪恶的态度。这些价值观和态度可以激励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在这一篇里面被称为是统治者的诗篇，或者是说君王的诗篇，因为这首诗关注的是官员、君王等等这些管理者应该有的品性。大卫应许在他的地上推广公正，誓言要除去宫殿中的恶人，他保证秉公义治理国家，并宣布作王的守则与方针，他要谨守与神所立的约定。诗篇101篇全诗篇分为2个部分前上半部就是1到4节，在讲做一个君王他的行为准则，君王应该有的品性。他说他要追求慈爱和公平，
他要学习来行出完全的道，他要渴慕上帝的援助跟他的同在，他更要远离恶事，他绝不与恶人来往。在后半部呢，也提到说施政的原则，5到7节这边有显示他任命官员的准则，他看重的是什么？诚不诚实？他看重这些诚实人，行为完全的人他要远离什么？如果这些人常常要毁谤朋友的心里骄傲自大的人，行为诡诈的人，这些他说我们要远离。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意味着我们要以正直、敬畏和憎恶邪恶的态度来生活。所以首先呢，正直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在言语和行为当中持守真实、诚实和公正。敬畏上主是活出合神心意的另外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应该以敬畏和敬拜的态度来面对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要尊重上帝的权柄，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活出他给我们的诫命。比如说他说你们要遵守大诫命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透过敬畏上主，我们能够亲近上帝，能够享受他荣耀的同在，并且呢，我们敬虔的生活能够活荣耀上帝的名。最后呢，我们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要求我们要远离罪恶，或是憎恨邪恶。我们应该怎样？要谴责邪恶的事物，拒绝与邪恶为伍，并我们要努力怎样远离这些不义的行为、不公义的行为，我们要离开。这包括拒绝参与，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讲别人的闲话，或是毁谤诋毁或者是不公义的交易，并与那些行事不公义的人要保持距离。我们应该要追求公义、仁爱、良善，成为一个公义的见证人。让我们将诗篇101篇中的启示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家庭、工作，或者是在我们所接触的社区当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然后敬畏上主，并且嫉恶如仇的见证人。透过努力活出这些的价值观，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公义。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当中谦卑向上帝来祷告，求他赐下力量和智慧，帮助我们的言行举止活出合他心意的生活。所以愿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口说造就的话，让我们思想和我们所做出来的行为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想想看，大卫对罪恶的争厌与他分别为圣的心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学习榜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新的一天享受你的同在，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启示我们，引导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说出合神心意的话，帮助我们以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以真实和公正的言行来荣耀你的名。亲爱主求你教导我们能够敬畏你，
也让我在一切事上能够顺服你的心意，尊重你的权柄，遵守你的诫命。也愿我以敬畏的心来敬拜你，让我的生活能够成为对你的荣耀见证。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智慧，使我们能够坚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求你让我们对罪恶的行为产生厌恶，远离一切不义的事物。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动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纯洁、良善的人，让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荣耀你的圣名，也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与人分享。我是尤波牧师，祝福您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经历他丰富的恩典。我们下次再见哦。